神怜悯我们。最后再讲一次，读圣经读遐济，其实一个目的，上帝唔望咱啥物货，遐细声，行好事啦。你唔通掠做你无爱讲嘛，就会当莫行好事。无论恁讲无讲，拢爱行好事。咱互相来勉励，互相来提醒。上帝甲咱放伫即个世界，未退走的原因，就是咱的好事未行有够。安尼哦，无行好事，咱活较久是无？不用想太多，你就是行好事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爸爸，我很感谢你已经分享，你分享伫阮的生命内面，你分享伫你的话内面，你互阮遮有你信心的人，会当明白你的话。你嘛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当阮明白你的话了后，阮是要准备好家己，平平来行逐项的好事。无论对象是阮熟悉的人，也是阮青分的人；无论对象是阮的亲人、兄弟姊妹，也是甲阮看起来无关系的人。爸爸，因为你的疼伫阮的中间，所以阮准备好家己，平平来行所有的好事。阮知影阮的软者，阮是无气力，毋过阮愿意安尼去做，求你帮助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